讲到这中东的战事，国际油价继续欠悬。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为着世界和平，都要付出小可代价。同时，伊也讲到，这场战争已经是超进度，已经差不多要拍了。这话一讲落，国际油价嘛随个落价。 德黑兰的油槽受到攻击了后，规个倒起来。乌色的高烟直直升起到天顶。美国甲以色列继续攻击伊朗。星期暗，崩歹误打伫德黑兰的油槽甲石油设施，火势一直到过顿工还未拍花。高烟甲日头光炸条咧，甚至甲乌云连做几片，伫附近落石油雨。 能源设备受到影响，国际油价大起。布兰特原油一桶起到119.5块美金，创下高一日起上济纪录。虽然油价冲击到消费者，也毋过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媒体答文，强调是为着彻底毁掉伊朗的核武威胁。短期起油价是维护美国甲世界安全的小代价。佮较讲，干那空暗的才袂安尼想。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甲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真正的目标是为着控制能源。 سیطره بر منابع کشورهای دیگر هست. صحبت‌های گراهام رو دیدید. با خوشحالی میگه که اگر ما بتوانیم نفت ایران رو هم تصاحب کنیم در کنار نفت ونزوئلا بر 31% از منابع نفتی دنیا مسلط خواهیم شد. 能源危机拖累全球金融表现，欧亚股市全部拢大落。虽然美国尾也因为川普暗示这战事要收煞有收红，也毋过分析师警告，只要关键水道荷姆兹海峡无开，安尼市场就会继续震动。 Oil is moving markets, and until we see a tanker, or at least multiple tankers for that matter, pass successfully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unharmed, I think this volatility is going to stick in the markets. 为了减少供应中东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欧盟甲中东领导人视讯会议讨论伊朗危机。G7 财政部长也开会讨论应对方案。欧盟表示，虽然目前还未出现结构性的供应问题，也毋过各国已经做好随时甲市场放出战略石油的准备，保护经济免受计效的冲击。同时，也强调袂当互罗西亚借着这波能源起价的机会，扩大军备拨款。 The oil reserves are being held exactly for situations like this. If we are facing crisis, if we are facing disruptions of supply, that's exactly where we can intervene. We are not seeing any structural shortage of supply going forward. 美国甲罗西亚领导人初九通话，讨论伊朗甲委内瑞拉的局势。国际社会也是想要伫战火甲经济崩盘之间找到和平的机会。也毋过伫德黑兰政权接任者立场打压，也佮有区域局势，也是真紧张的状况之下，这波由石油引起的全球连锁效应，目前也是有真悬的无确定性。公司新闻郑伟宁编译。